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3月23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3篇，列王记下卷第4章18节到37节，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甲主同生。昨昏咱讲到这个以利亚行神迹，互一个死去的囡仔对死搁活的记载，也提到着保罗互一位少年人复生的事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伫列王记下卷，咱也看到先知以利沙行同款的神迹。不但安尼，这位妇人人的囝，阁是上帝透过以利沙的应允所赏赐互妇人人生的囝，这是上帝所赏赐互因的恩典。列王记下卷第4章18节到37节，囡仔大汉有一日出去到伊的老爸甲收官的人遐，伊对老爸讲：“我会头壳，我会头壳。”伊老爸甲仆人讲：“赶紧甲伊抱去因老母遐。”仆人就抱伊去因老母遐。囡仔坐伫老母的骹头碗，到伫中昼就死。老母抱伊的囝爬起来去楼顶，将伊下伫上帝重用的人的面前，关门出去。伊叫伊的丈夫来甲伊讲：“请找一个仆人，牵一只梨仔来我遮，我要赶紧去找求上帝重用的人才倒来。”丈夫讲：“今仔日毋是初一，嘛毋是安息日，你怎样要去遐？”妇人人讲：“无啥物代志。”离准备好势，伊就甲仆人讲：“行，赶紧来去。我若无甲你讲，毋通慢落来。”妇人人就去到加比山上帝动用的人遐。上帝动用的人远远看到妇人人，甲伊的仆人基哈西讲：“你看，思念的妇人人来啦！你行去迎接伊，问伊讲：你平安无？你的丈夫平安无？囡仔平安无？”妇人人应讲：“拢平安。”妇人人上山去到伫上帝重用的人遐，甲以利沙的骹揽咧。基哈西进前要甲伊车开。上帝将的人讲：“处在伊，因为伊的心内痛苦。上主对我隐瞒这个代志，无甲我讲。”妇人人对以利沙讲：“我减毋捌对我的主求囝，减毋捌讲莫甲我骗。”以利沙甲基哈西讲：“你着准备通出发，举我的拐仔，赶紧去。若拄着人，毋通甲因请安，人若甲你请安嘛，毋通应，着将我的拐仔下伫囡仔的面。”囡仔的老母讲：“我只永远上主甲你的性命求全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”以利沙就起来缀伊去。基哈西大声教诲，将拐仔下伫囡仔的面。毋过囡仔无出声，无反应。基哈西倒转去，拄着以利沙甲伊讲：“囡仔无醒。”以利沙到位，入去厝内，看到囡仔已经死，下伫伊的面前，伊入去就关门。只有因两个人伫内面，伊就祈祷上主。伊爬起来去面前，拍伫囡仔的身躯边，喙对喙，目睭对目睭，手对手。伊规身躯拍伫囡仔的顶面的时，囡仔渐渐恢复体温。伊落来伫厝内行一轮，搁爬起来，规身躯拍伫囡仔的顶面，囡仔拍甲扫7遍，目睭就天开。以利沙叫基哈西讲：“你叫这个思念的妇人人来。”基哈西就去叫伊，伊就入来。以利沙对伊讲：“甲你的囡仔抱起来。”妇人人拍伫以利沙的骹前拜伊，然后抱伊家己的囝出去。基督的信仰所追求的生命，毋是简单这种今生的肉体生命。如果咱只有专注伫这种的生命，真容易对这个世界来行，离开上帝的道路。
所以咱必须爱追求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享受的永生，伫主的灵内底甲主同生保罗的回信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安尼讲。以前因为恁犯罪背逆上帝，灵性已经死，迄时恁趁世界的潮流，顺服空中的掌权者，就是现在伫管辖背逆上帝的人的邪神。其实，阮以前嘛拢甲遮会共款，趁本性的欲望生活，照家己肉体的私欲甲意念伫行动。阮甲其他的人共款，注定受上帝的刑罚。毋过，上帝有丰盛的怜悯，用极大的慈爱疼咱。伫咱还伫背逆，灵性已经死的时，互咱甲基督做伙伫国活。伊是对上帝的恩典得着救，通过甲基督耶稣结合，上帝互咱甲伊做伙国活。伫天顶做伙掌权，伊安尼做是要通过耶稣基督对咱显示慈爱，对后世代表明伊无限丰富的恩典，因为恁是靠上帝的恩典对神来得救，毋是靠恁家己，是靠上帝的恩赐。既然毋是靠行为，什么人拢袂当看口。因为咱是上帝创造的，伊通过耶稣基督创造咱，互咱通做伊就早就准备爱咱做的好事。因为上帝的灵已经进入伫咱的内面，互咱得到主所享受的生命，改造咱的活命，互咱会通愿意来对伊来行好，互人得到利益。诗篇143篇，也请兄姐家己来研读。感谢上帝赏赐阮救恩，互阮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，好调阮诚做上帝疼人的同工，互人来得到利益，来荣耀主的圣名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